睇下詳細內容啦。英超冠軍曼聯亞洲之行嘅最後一站，夜晚喺大球場對傑志。近日呢一場表演賽嘅話題，主要都係集中喺草地嘅質素方面。阿嘉謙啊，今場波最後打成點呢？比賽咧順利完成啦，結果兩隊加埋咧有成7個入波，係曼聯亞洲之旅5場波當中最多嘅一場啊！相信球迷們咧都收貨噶啦，睇一場波先啦。紅魔鬼現身大球場，當知道雲佩斯、里奧費迪南同傑斯做晒後備先，會唔會失望呢？咁就視乎你係邊一種嘅球迷啦，中意睇球星定還是好波先？草地質素唔理想，但係沙下照樣推，速度仲幾快下波，仲俾到埋中間，只係差安達臣完成嗰一腳啫。有曼聯球員賽前就話場地質素好壞就係球賽嘅一部分嚟，做得球員就要適應㗎啦，態度專業嘅答案。而事實上，曼聯喺中場照樣猜地波，球員都係照樣咁推嘅啫噃。向川真斯朗尼冇嚟到香港，但係中意睇進攻足球嘅球迷就一定唔失望。鏡頭一轉睇到個波中咗柱，繼而睇埋韋碧克補中，16分鐘曼聯打開紀錄啦。重播就話俾大家聽係艾殊利楊格起腳省中人再中柱，之後韋碧克先將波送入龍門嘅。傑志少有進攻機會，但係都有精彩鏡頭。韋靴住入咗都唔計啦，因為安基斯吸過咗史摩寧之後，旁正經已示意個波出咗界，睇嘅係安基斯嘅膽色。史摩寧啱先俾人吸過，隨即用入波挽回面子。呢一個入波，湯卡華利嘅傳中功勞就大啦，將個波扯埋去史摩寧嘅前額度，黃振鵬舉手投降。呢一次亞洲之旅，曼聯戰績唔算理想㗎，過去4站1勝1和2負。呢一場冇俾意外賽果出現啦，法比奧達斯華就射成3-0完半場。留意傳波嘅沙夏比呢一腳幾咁招積啊！而法比奧達斯華用鞋嘴快腳篤入都係乖巧啊！半場領先3-0嘅曼聯未有收手，換邊之後5分鐘，下半場先至出嚟嘅贊路沙亦都整翻得。場內有紅魔迷嘅同時，都有本地波嘅支持者啫，佢哋最期待嘅畫面出現啦！能夠喺曼聯身上攞到入波，肯定就係林家偉嘅難忘回憶。嘅入波質素亦都絕對值得一睇再睇啊！林家偉喺禁區頂拐兩拐，有些少空位就起腳射佢，左腳一抽，個波喺死角入網，冇得救啦！之後更加令香港球迷驚喜嘅，仲有艾力士嘅呢一腳，對住湯卡華利一下急停，再快腳一篤入網，傑志追成2-4。咁多入波睇，球迷收貨未？仲未嘅話，睇埋呢一球。連加特呢一球令到大家只能夠望住個波入網，真正嘅世界波嚟。喺剩低大約10分鐘嗰陣，雲佩斯終於出場啦，但係掂波機會就唔算多，比較有睇頭嘅就係呢一個罰球。傑斯同里奧費迪南最後都冇出到，但係睇到7個入波，球迷應該滿意啦。結果曼聯就係贏5-2㗎。睇完場波就同喺大球場嘅姚俊賢傾下啦。係啦，球迷點樣睇呢一場波先？嗱，雖然場地質素咧唔算話好理想啊，不過球迷都話咧，起碼天公造美，唔使淋住睇波咁辛苦啊嘛。另外亦都有落場嘅球員就話咧係滿意球場嘅質素㗎。經過2日搶修，加上冇落雨，大球場草地由星期6晚嘅爛地變成乾地。大球場一片紅海迎接呢一場比賽。球場中圈一帶嘅位置雖然仲係光禿禿，個波碌過嗰陣滾動較大，仲揚起晒啲沙泥。個球場改善得好好啊，比起之前好好多，好明顯係平咗啦，冇咁凹凸啦，不過有少少鬆啦都係。不過上船嚟講好好，對比之前見到好明顯係凹凸凸，好容易受傷，但係呢場就唔會咯，同平時嘅差唔多，係少咁啲草。OK。俾我前幾日睇咧，其實見到所有嘅水凼啊，其他嘅泥凼其實已經清理晒㗎啦。冇辦法，可能因為落得太大雨啦，因為啲草都死晒，咁可能俾翻啲沙落去，淋啲咯比較差嚟。球場草地及時有改善，同埋睇到2隊大手交易都話收貨咯。球員翻嚟都冇，即係話曼聯嚟講都 OK 嘅，即係適應到嘅。而家進步咗好多啊！而家個個球員踢得好落力啊，出晒力啊！香港勁！曼聯勁，之前冇贏先。睇波之餘，仲要帶埋啲嘢翻屋企留念㗎。傑斯點解咧？紀念咯，有紀念價值，因為踢埋今年啫嘛，如無意外。係啊。仲有嗰啲另外仲有買咗件 T 恤咯，因為我自己都係傑志迷啊嘛。
無論係球迷、球員都希望當局經過今次事件，制定長遠方案，徹底改善大球場嘅草地。曼聯領隊莫耶斯賽後就出席記者會，佢就話球場質素都係可以㗎，冇影響兩隊嘅發揮，又讚傑志睇得唔錯喎。咁現場情況暫時睇住咁多先啦，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。好啊，